世间本来是无的物件，看无，但有应用义气交感来产生了着妙有。那么对这个妙有，伊伫咱有来就有转去，所以变咱伫这个妙有当中，佮归为佮归倒转去了就这个无就对。那么伫这个有，要归了就要归倒转来这个无，要归倒来这个无。当然，这段的当中呢，咱必定爱去用功家己经营，用咱的生命，用咱的身躯去家己经营。那么经营就是要做了就这个功德，那么才会当倒转去归为成佛。所以讲呢，伫咱修行学道来讲嘿，点点滴滴啦，是讲咱会当做的，咱爱做；咱会当讲的，咱爱来讲。咱对家己的生命呢，咱一定要家己掌握，生命家己掌握的。亲像讲甘培咧，伊虽然是32岁为通，但有伊是讲完过完等。所以讲伫修行的当中呢，咱咱是青年的，赵大嫂，就赵文信，大家就咧讲一寡当然啦，你有了着修行的当中呢，足济咧。会状况，那么咧状况就是讲，有当时咱修行的人，还是讲有一寡社会人，无定是讲今仔日，大家拢知影佛法有伫道场，毋过佛法遭受了着灾难，到尾后我是车祸死啊！你看大家就想讲某伊人甲看到拢定定伫道场，他会出车祸来死这个这个一贯道这安尼敢好？咱讲伊这安尼一贯道敢好？敢好？敢好？其实嘛是好啦，因为咱人要安怎，其实拢落在因缘。因缘而生嘛，因缘而灭。但是佛学，如果讲去道场安尼。毋过真正有一天是车祸死，无代表护学袂当转去嘛，敢是安尼？毋是讲甲看因道场安尼，敢若足诚心安尼哇，伊的造福嘛歹呢，安尼去做好嘛无善果，这一贯道这头好，袂当因为伊即种的死来破灭着一贯道，袂当安尼，因为这是因缘嘛。咱看起是伊的身躯去互车撞死，但伊的灵性会当归位，咱敢看会着？咱看袂着。所以讲，咱真正修行，咱毋通互俗来影响着咱的修道。安尼是咱咧听道理，咱无真正去了解了解即个真谛的所在。即个真谛的所在。所以讲咧，咱咧切入了即个道。咱若通用着咱自己的看法，咧切入，安尼是毋对，安尼是毋对。所以讲咧，咱伫这个修行学道咧，我是感觉讲真正要把握当下啦，因为佛法并嘛袂当保证讲佛法会当食到50岁虽然是讲要教，但是无代表。那么咧就是讲，咱若如果会当把握这个当下。有当听讲是后天啦若如果会累积，无用会累积，累较后壁做较头前做，我会当来参班来了原来导人，其实咱嘛爱去安尼做。若无咱就咱一日过一日咧，我拢感觉讲365天，咱有参与的前辈者，逐工为倒咧拍拼，伊今年嘛要过啊。咱若如果讲安尼食饱好来天性了解咱这个心，来浪费咱的生命，365天嘛过。但是伊最后的果，绝对无同款，这是肯定的啦。这是肯定的啦。所以讲咧，就是讲，咱有这个身躯，上天互咱这个身躯，这个生命，其实互咱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咱会当做一寡有益了着自己甲兄弟姊妹的工课，因为讲起来咱讲同胞，
咱讲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只是讲落在一个因缘，伊来到世间服务，交咱本共生人生伫伊，其实咱在附近几天，拢总是老母两个囝，毋则讲咱就是要转去天国，这咱是当转去嘛。那么咱若如果讲袂当用着咱的知见，咱就是讲，咱就是先觉啦，真正这个先觉就是讲，咱先去了解、深究着道、体会着道的可贵、修行学道的，那安尼就是比人是先觉，毋是后觉。所以讲先觉、觉后觉，因为咱先觉无觉后觉，因袂当明了了解。当然，咱伫义德来讲起，伫义德来讲起，咱拢无法度活法。那安尼讲，咱要会当得是好。所以讲呢，就是讲，咱是有生之年，只要是伫道场上爱当救人度人的，真正咱爱点点滴滴去家累积。假使是讲咱进养成班啊，有读经班啊，成全班啊，有六祖观经班啊，有新元山的道德经，道德经班啊，有咱地方的功夫班啊。甚至伫咱台湾各所在，甚至包括在泰国，拢有咱的道府嘛。那么咱若如果讲会当的，咱就会当真正去选择。有足侪前辈者呢，足够问的啦。朱比有啥物工课无？有啥物工课通做无？我想讲，因的精神足赞。互学的爱用心，食到即种年纪啊，拢定咧问我，朱比有啥物工课？非常认真的，我是感觉非常的敬佩着。那么呢，伊要甲伊的生命真正呢来发挥了着伊光辉生命的光辉。伊无爱注重伊的生命，甲伊浪费在啥物？在这个人生的甲伊浪费在这个空间，这拢总是。无啥物办法，当然咱的身体上会拄啊好，当然迄拄啊好，会拄啊好，真正的，咱会当来度人就讲咱出某伊若有时间道场有成全班，咱会当加入参加。按即句话呢，这一句话就有功德啊呢，真正呢，毋是讲你安怎讲规波毋免啊，一句就好啊。真个注意，有时间咱的中青读经班足赞，若有时间来参加好啦。因为青春嘛是看戏，嘛是坐遐看电视尔。若无就是伫遐咧想囝、想孙、想干仔孙，想这加烦恼的，想个好的是欢喜，想着歹的烦恼。即2点钟嘛安尼害来又害去咧。咱若出来的时阵，无法度人陪无要紧，来听人前辈遮慈悲。加点了解，咱的心灵会当得到回响，安尼加偌好，安尼嘛有功德，安尼嘛有功德呢，所以讲呢，伫咱功德点点滴滴啦，咱要安怎去来做一个累积，当然呢，是看咱自己，咱会当把握这个当下，其实咱的人时间呢，一世无偌久，所以讲咱会当把握来学问，来打扮做到。其实这对着咱自己，那么咱的九年七祖，拢会当接受了这个德性来讲的，来讲的。那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咱今日呢，有请咱家里做这个讲师，那么呢，伫地担任了这个组长，那么这个讲师呢，会使讲过去啊，对于了对这个道务，会使讲是到国外啦，叫咱点喷输赢，那么伫国界，会使讲对于了着整个咧，这个道务，会使讲是非常这个前进。那么呢，伊对于了着人生这个道理，嘛有伊独到体会的所在。今仔日本来会使讲是真难得，咱来请到这个讲师，伊自边呢，要来甲咱做一个开始。那么今仔日呢，因为咱参考以上的伫花莲呢。咧开迄个火锅班，所以咱的点粉丝呢，前早呢就去花莲，所以今仔日无伫的，那么今仔日我伫遮，首先甲咱做一个
经验，吼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杨师长。好汉诶，讲起了，咱昨天主题，这个咱做事也防止，加上咱师尊师母领导来替大家两分，加上了咱赵前年的五大医生，前年的地官，咱副前年好心的教导，以及咱房间老师，以及咱最前沿的不弃，所以才有学这回的学习的机会。那么学校呢，在所学册，在学习的过程中间，难免有所不足。若是有讲了受不大的所在，甲盼望着咱最前沿，甲学校体制甲包容。那么学校首先呢，是甲咱各位教育部非常的抱歉，因为今仔日这个课程呢，学校是昨暝较接着的，所以讲在短短的时间呢。学校实在是满足享富，因为来行去耽误咱出去前线，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可能真侪不足的所在。所以若是有讲了，感觉讲，无好的所在呢，也盼望着咱出去前线呢，得到原谅，得到原谅。那因为得这种物件呢，会使讲非常的坦诚顺。所以咱老师呢，伊就讲一句话，伊讲。最近有听到无？真情拢来啊！吼，效果袂歹哦。咱老师有讲一句话，伊讲咧，道本无言，有言必差，言无言说，道无一量。道这个物件，本来无法度用嘴去讲的，用文字去甲写出的物件。所以呢，在当初是因刘武帝，伊请咱仙女菩萨。要去讲金光厅的时阵，那么仙女菩萨就是布袋师，伊徛在
捌无？有印象无？若话有了，拢转一声，迄种衫啊，大概转一个了后，成为菩萨，就落来咯。伊这举动呢，让武帝讲足怀疑的啊，莫名其妙啊。啥叫莫名其妙？因为我请你来是要讲金刚经的哦，但是你今仔日徛上讲台了后，安尼搭一个了后，伊搁落来，哦，所以足莫名其妙的感觉，算是成为菩萨落来了后，伊甲杨武帝讲，我讲完啊呢，你敢知？杨武帝讲，敢有？我毋知影呢。成菩萨伊讲，啊，毋过我金刚完。哪是？即个故事就是，金刚的本体本来就是咧用言说去甲讲的物件，所以才讲道本无言。道即个物件袂当用言语、用文字去甲阐述的。所以咱老师讲有言就差哦，只要用嘴去讲，用文字去甲阐述这个道，那呢差道差足济。所以呢，一个上师讲安怎讲？上师伊讲一句话，伊讲言语道断，言语道断。咱只要有讲到迄个文字，要来阐述道的话，那安尼失去了道的本体，就亲像仙对菩萨同款。因为金刚的本体，伊无法度用文字去来阐述，所以呢，伊徛上讲台了后，安尼伊搁落来。安尼个金刚经讲法，是毋是安尼？所以咱来了解，咱老师讲，道本来就有法度用言语去甲伊阐述的物件，用言语去阐述，用文字去阐述，差道离道离了啥？道断啊，失去伊个本来的意义。但是咱老师就讲哦，言无言说，言无言说，道无一言哦。虽然诸佛妙理规观文字，但是呢，袂使讲无照着文字来阐述道的好，无袂使照吼，无，甚至讲虽然是讲道可道非常道哦，但是呢，必须要用着言语，就亲像咱今仔日共款，咱今仔共款啊，今仔日若无一寡前天们来甲咱宣传，来甲咱了，互咱去了解，咱才能了解道的好，是毋是安尼？所以讲爱照着文字，照着言语，来互咱了解道的奥妙，就亲像咱在座各位同款。咱今仔日来遮坐即2-3点钟，咱嘛是咧听讲呢，咱嘛是咧了愿呢，毋是徛伫遮的人，啊咧了愿来听讲，毋是安尼呢。咱而家是咧烧苦根呢，是毋是安尼？苦根若烧，道果就成呢。咱无徛伫遮，未必然是咧了愿哦。所以我呢，常常甲咱遐前辈讲一句话，人讲地到无珠珠啦，啊见官有
咱每个人的心肝内，拢有一个足宝贵的物件哦。咱心内有足介许款物件哦。咱若是讲这个物件，就是讲咱心内足珍贵的。所以讲咱每个人哦，在心肝内，因为讲即项足重要的物件，逐个拢无相像。无人认为讲了咱最近啊想一寡收藏家，哦，为爱收藏珠宝，所以有钱就去买一寡珠宝来咱讲哦来藏，以后看当来争得卖，甚至有当时也会当欣赏。啊，有的人呢是希望讲后摆着一寡国画啦，这种物件，就亲像我迄几工看电视的新闻，相信咱最近的若有看，拢会看着。哦，讲就是迄查甫的，伊足介意收藏迄个咧做兵的衫，是毋是安尼？所以讲伊咧收藏品就咱亲像伊家讲的讲哪家己讲哪联合国，什物款的军中的什物款的衫，什物款物件，伊拢有。所以讲诶，咱每个人心内所珍贵的物件，咱每个人拢无相像。互咱呢，在互咱呢拢有时阵哦，拢足爱听收音机，啊收音机哦，互我咧听拢爱听种报告新闻。在迄段时间，互我有看伊咧报告一边的新闻啊。哦，伊安怎讲呢？伊讲呢，咱在家己吼，有一个80几岁的阿婆，就这阿婆吼，因为伊甲一个大，啊伊每一工呢，拢捡二纸咧做咧卫生啊，来咧度伊的生活。那这一工呢，伊就照像伊的时间咧共款，佮出来咧捡二纸。透早天月光啊9点的时阵，伊拢出来啊。所以讲这一工伊出来了后，行到一半路呢，煞叫一台车甲弄者往分去。分去了后，去互咱迄个路，算做讲经过的人看着啊，所以就将这阿婆呢送去急诊室。送去急诊室，送到病的时阵哦，人咧来算做咧急诊啊，咧急救啊，就讲伊昏去啊，啊是安怎会昏去？哦，要找迄个原因，啊嘛要了解讲伊是啥物身份啊。所以伊到病的时阵哦，伊有一个现象，啥物现象？伊手里哦，啊就捧一项物件，捧一项包袱啊，放伫伊的胸前，捧到足暗的哦。啊，因为护士要了解伊看有身躯有第什物症病，甚至伊要甲看伊到底是弄着对遮，所以爱检查啊。啊，毋过伊胸前佫啥抱这物件抱到足暗就对啦。所以护士呢就开始咧甲伊提互开，手要甲伊拔互开，佫安怎拔就拔袂开，因为伊碰了有够暗。哦，拔偌久拔开呢？拔开了后，因为要了解伊身份啊。啊，迄护士嘛感觉足好奇的呢，就讲是安怎，互一个老大人昏去啊，你即项物件都碰到遮暗。所以因在迄个好奇之下，搁要了解伊的身份之下，所以遮护士的就开始，就将即个包袱仔掀互开，要甲了解讲看伊内底啥物物件。第一站是布包的，透开了后，第二站，哦，包着一个报纸。报纸搁了甲掀开，又搁一层的报纸。那么搁继续跳，拄啊透3届，包3份的报纸。到最后一份，透开看到一纸钱，一纸钱哦，了护士们就甲算，这钱拄啊17万，17万啊！这护士们想讲，我奇怪，也无证件无啥，偏偏就是有这钱，啊，搁碰到这个。所以讲，等啊，这个阿婆啊，一个精神了后，阿婆啊精神了后，伊别项拢无找，看着伊遐物件无去了后，开始后，遐也懵，找，甲护士讲，你无看我一项物件哦，我物件放去安怎？开始烦恼。迄个护士我摕物件出来讲，阿婆是毋是这项？阿婆讲看着遐物件，我瞅者讲，啊，后啦，我咧找的是遮啦，安尼。那么护士甲阿婆讲，阿婆。啊！你出门，啊若遮钱摕你摕了身躯边，你若毋可以寄银行，寄银行较安全呢，是毋是？是哦。毋是。毋是哦。是安怎讲毋是？因为伊讲阿婆对一个伊讲，我毋敢去银行呢，我
因为车呢，我载，第机车载几关仔酒啊，有够巧，足聪明诶。伊拢袂想讲我来切到规头对面哦，也袂想讲我遮平遐什么完全袂，起来开始吹，吹了我，哎呀，够拍算的呢，我拍算我真讲破呢，我拍算的那是。伊拢袂烦恼讲啊，伊身躯会疼痛，啊嘛无烦恼讲，伊还佫一条罪呢，佫一条罪哦。食酒、骑车、开车有啥物罪？公共危险罪。哦，也是哦。伊拢无烦恼遮物件，但烦恼伊酒讲破的。所以讲诶，由即个故事，由即两项诶故事，咱就知影，每个人心肝内所介意诶物件，拢无相像，拢无相像。就亲像你阿婆啊。连婚去后，伊个巴士电中，还佫碰调呢，毋愿拍。你查甫个，佮明明写到大汤细里，流血流滴，伊袂感觉疼，伊可惜一个酒果，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咧，由此咱就知影，咱每个人心内所珍贵个物件，每个人拢无相像，但是唯一个共用点，就是讲逐个拢相像咧。就是来空去也空。虽然咱拢有心内足介意的物件，但是到尾要把酒摕落时阵，拢是无。这就是上界公平。就亲像一句讲，来时双手也空空，去时无半项共款。所以讲咧，咱咧，老水伊才讲。偌尔宝贵。
法。所以咱说阵才讲观所有相，代是义母。只有灵有相的物件拢是假的，几十年而已呢。就亲像咱这身躯共款，这身躯是我上甲地球剩的拢假，咱莫想讲遮里面这些物件，像咱这身躯就好。互我迄段时间有看一个报纸对啦，伊安怎分析呢？伊讲，咱人得到的啊，荣华富贵，还是讲你的口做偌济钱，偌济存款。这拢属于零哦。我有偌济厝，我有偌济土地，这拢属于零的物件。只咱的身体若无健康，这身躯若无治的，拢是假的哦。所以这身躯爱有治的，哦，较有治的，爱有治的。所以讲，这物件只要是咱这身躯有治的时阵会当使用的，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咱想。这个身躯，都毋是咱的啊，几十年而虚幻的物件，何况是遮的物件呢？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呢，咱老子讲，爱修道求道，来求道，只有道才会当互咱得到万百年的快乐，万百年的逍遥，解脱生死的代志。所以讲，咱来想，要做单，咱要做会的。行30几天，30几日，才行来到云门，拜谒咱五祖弘忍大师。伊看到弘忍大师，咱来相者哦，这条做道囡仔逐个有读的哦。伊看到咱弘忍大师，咱弘忍大师甲问嘛？对，你是对遐来，你来遮要求什么物件？咱就做出肯定，足肯定来讲。唯求作福，不求伊物。我求的是要求啥物？我唯一要求的，我要了脱生死，我要做福尔呢。注意真言，咱有即个肯定讲，咱要做福无？会无？会。爱较大声的。老阮入去遮呢，较大声讲出来，老阮讲啊好，恁本来是会主啊，咱求着是要做福啦，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呢，咱为了到所以讲，我打要做福，要了脱生死，不求伊物啦。要不就是讲遮的物件，形形色色的物件，伊无要求。为什么伊无要求？因为遐假，心不带来，事不带去的物件。所以咱想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公主呢？为什么伊毋招富贵财？伊的父王要将伊，要互伊招富贵财，规个国家要互伊来迄落呢，来统治呢？但是伊为什么毋招富贵财？为什么甘愿写起个荣华富贵，食一切即外甲苦楚去受刑呢？因为伊了解啊，伊了解世间的代志，世间遮物件拢是假，几十年。伊求的，就是亲像咱贵人祖师同款，要求作福。所以咱做真个，今仔日来坐到遮，咱为伊所求的，也是要求作福呢。所以要作福，敢是爱干嘛？是，感觉讲应该爱济哦，是毋是安尼？所以咱济爱向人济作福，就是讲你即世人一定爱向人修。所以咱观世音菩萨伊讲一句话，伊讲哪讲？
需要达到超发生性。那搁再来呢？时运的宝贵，这时运的温，不管是在咱个人，还是在整个的社会，甚至于在咱道中，在咱的道的中间，拢有一个时运，拢有一个时运。那么在咱个人，咱来想，温对咱每一个人最重要，谁人最重要？平平咧做一项工课，人咧做足趁钱哦。人咧做嘛，足顺利呢，足顺手。那么，就甲咱做的时阵，咱做甲足艰苦，甚至于做甲了钱。为什么那安尼？时运无好，是毋是安尼？那么在咱整个的社会来讲，咱在当初时，在咱5像咱一寡老前面菩萨，咱就知影，在咱个时代是属于啥物？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大家拢是做田，以做田为主，无论大细细，就是拢因厝咧做田。所以迄个时阵呢是大家庭的制度，大家庭的制度，大家拢带做伙，互相咧教育，互相咧做田。那么渐渐的转化，转化到了，它的第20公前的时阵，变成啥物？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所以咱人就开始，这时阵就开始也要带工程，带工程。亲像迄阵啊，互我20几年前，家里呢，互迄工厂够济，迄少年家仔小姐够济，因为迄个时阵就是以工程为主，拢一寡针一界，够济，下仔手有够济。所以讲，迄个时阵开始的由农业社会来转入来工业社会，开始咱就开始拢少年仔出来食头路，伫外口组织小家庭，无甲是同挂做伙。所以咱即个农渔村，咱即个农村，拢是老大人家己带。人讲少年仔外游，为啥会外游？因为爱去带工厂，去讨，人讲去趁食。趁食了后，会搁到外口组织家庭，无转来甲伊是大挂做伙。所以咱也想是毋是安尼转变？是毋是安尼转变？那么发展科技时代这是科技的时代。啥物叫科技的时代？以前工业社会咧处理文书，还是处理一寡资料足费时的。咱若去过迄个户籍咧办，咱就知影。迄物件安尼找足久，摕着就一塔足大塔，是毋是安尼？足费时的啊！但是正刚去甲用电脑拍牌走出来，电脑拍牌然后叮当当的人资料拢出来，毋免搁去找，毋免搁去碰甲一笔一大堆转来用。所以讲，这咱嘛想，这就是整个社会一个时运的转变。就亲像我细汉，来咱来回想一下，咱细汉是安怎算的？开始，咱就算迄个树林锁啊、树林箍仔遐跳箍仔，无跳到鸡啊。
个师傅元始天尊，较建议要落山，要来辅助文乐，要辅助文乐，拍伊周调的天下。所以这段课程中间，伊伫山顶拄啊40伊就伊遵照因师傅的话落山了后，伊拄拄着伊一个师傅，咱像若讲拜相啊，就是若讲结拜一个兄哥，这结拜兄哥送伊呢，是算做讲伊还未上山进前就结拜了，安尼敢是足好。所以讲在伊上山了后，搁落山的时阵，伊搁拄着这个送伊，因为伊落山的时阵，伊嘛开始烦恼呢。因为毕竟伊伫山顶40年啊，落来时阵伊毋知要怎生存，但是呢住到足好势，互伊会当拄着这个送伊。那拄着了后，送伊呢就带公主来转因兜，就安尼互到一个有够好的咱两个姐姐去带入因兜，在送伊人的安排之下，伊话带太太呢，公主啊，72岁带某，带一个某，咱知毋知？文龙的文。因某68岁，马氏。伊会带马氏哦，72岁带68岁马氏。那带了后，因为公主也是一个高人啊，伊会算，伊会卜，伊嘛知讲这段时间毋是伊的时运，但是呢，因为马氏啊足够吵，有够吵的啊，拢希望公主会当去做事业，去做啥？因为马氏会到68岁还咧嫁，就是因为伊太要紧了。伊是迄个千金小姐呢，因为伊足无紧，无紧到迄个人的伊毋嫁，所以伊都紧到68岁，后来嫁了公主啦。所以讲伊的性就是安尼，伊嘛希望讲伊所嫁的人呢，嫁人会亲像啦，所以呢开始吵，叫公主来去做生理，公主也笑笑讲有影，伊知影讲是毋是伊的啊，但是因太太咧讲啊，伊袂使拢常常靠伊的结拜兄哥啊，所以讲啊无好，我嘛来做一个生意，最起码嘛讲度一个三顿无问题。就开始伊头一个生意做饭店，因为伊伫山顶，逐项拢无好哦，伊搁学一个饭了，做到迄个做迄个饭店即种物件，做到水。所以开始头一个之前就做饭的，安尼做开始了，打要出蚵，开始卖规工，卖几若工，一支饭店拢无卖出。为啥无卖出？因为拄着靠岸，就无通食，搁会当买饭店，搁要糊饭，是毋是安尼？所以讲伊第二个生意做袂成啊。卖饭咧拄着靠岸，所以伊搁转到转来就卖米粉。甲马是咧，偌骨力咧，用麦安尼磨做米粉。我透早来安尼担一担米粉安尼，伊就想讲庄较无当买，无好趁食，所以伊会担伊到雕高城。一抓雕高城来回爱70公里。公主也行70公里的路安尼来回，拄啊为着要卖迄担的米粉。迄个早仔到了后，开始逐卖到下昼，无人，卖到安尼，伊就感觉讲换足忝啦，所以安尼从这担饭迄个米粉的安尼担迄个迄种树仔边树仔边开始就讲困一下，困一下到，等下再来卖，就困到足好势，开始困。一粒囝尔，感觉讲，哎呦，若迄足吵的声、后尾的声也对啊，伊就用镜册来，拄看着
袂甲拢无去。哦，他们对空中啊，偌贤惠，偌了温柔呢，等下开始你跳毛来较济，芳水家己洗，脚家己掠零衫话，我看甲一顿做好，买互空主肉食。空主肉是讲袂出喙啦，伊讲袂出喙呢，所以讲伊嘛呢，我点食得家己心啊足烦恼，即摆食饱款好啊嘛是讲来想讲啊，你无迄个趁的钱摕出来，我记上记起的，安尼啊，空主肉定拢无叮当，也无钱剩，阵嘛是搁甲讲袂解，钱对，恁摕出我记上，算算我咱今仔日趁偌济呢啦，阵空主肉就用气的啊。讲话袂紧啦，到这时阵是讲话换起啊，讲无啦，就安怎？我从遐情形讲互伊听，嘛是听者破口大骂，嘛空主啊骂甲无一块好就对啦，嘛你说讲无咯，伊啥都好有关的，下甲空主啊头咧就对啦，拢袂去甲伊，毋敢担头看骂死。因为恁妈，因为伊蹛是宋义人因兜啊。所以因咧烧骂的时阵，因去行动遐困咧困头的，迄个宋义人，宋义人就起来讲，看，看了知影讲莫是就这钱讲互宋义人听，这去拜兄哥听，因叫拜兄哥就甲公主啊，甲迄个妈是讲，阮遮也无欠你一箱猪是无欠你碗猪肚你蹛遮食就好，要饲恁翁，真正翁仔某仔规世人毋免烦恼，计因咧搁去变变啊对，但是嘛是讲袂使，伊接受要做生意，所以呢，宋义人呢，就想讲无好啦，我伫中门街上因为伊咧做饭馆的生意，伊咧做生意足够，生意拢足好，所以伊是足好厉害啦。所以甲宋甲迄个公主啊讲，无好啦。我迄个条门是我请来迄间上好的生意互伊做，上好的迄间饭档做伊的生意中，咱第一间的饭档生意上好。你去遐看，公主也讲无好，我来做看卖，足奇怪呢。人宋义人咧做生意有够好呢，拢无出。空主嘛一个叫起名，讲也奇怪，又知影做工的，遐物件拢搁剩的，搁有红包，无一个人可以叫起的。所以了想，平平的生意，人做会趁钱，伊做无生意；平平的事业，别人做足顺利，为啥到互我咧做时阵，这尔艰苦，是安怎呢？是运无啦，所以讲呢，公主也包括三种，第三生意就无做，无做，即摆讲来宋义人就甲讲落安尼啊，做饭馆的生意拢会剩一寡物件，无买厝就剩的啊，是毋是安尼？剩的就了啊，所以讲袂好，咱小条讲就卖，剩有剩，毋过卖了物件，啥物物件是会剩佫卖了。就是拢赶一寡种牛啦，还是羊啊，去城内底，也是安尼啊。我来赶去有卖卖，无卖我规天搁赶回来就好。安尼搁这有卖也卖了，无卖也卖了，安尼这生意有对。所以公主啊，真正有影，只要换到照因拜年迄个结拜年个意思，好开始就赶遐个物件，遐羊啊、牛啊，遐物件留城内底，就去到城内，因为呢，迄阵仔迄阵仔住住有道，所以倒钱拢无落雨旱灾，所以咱大神就通求王建议讲讲咱就规个城内。禁杀，讲这段时间莫杀生，莫杀生。因为迄个时阵，科学无像咱政策发达，怎讲资讯也无像咱政策发达，讲来电话来啊，是电视有当看，拢无啊。所以公主嘛毋知讲是啥，真是
了看啊袂，伫运的时阵了看做啥了啥，到尾啊，因妈是搁遐面无路用，我家己试，我家己离缘，互妈是家离婚的呢。哦，啊想，安尼看有悲哀无？哦，所以呢，通主来我高贵三种，去为水河遐钓鱼，后时去，像这故事。一个老头老，这时阮无生毋着伊所承受的这个痛苦嘛，搁有伊啊。那么咱嘛是共款，咱嘛是共款，在创业的时阵，咱嘛有拄着咱无如意的时阵，咱拄着无如意的时阵，所以讲这时阵对咱，咱个人，甚至在咱整个的社会，伊都是足重要的。伊拢是种个变化，对社会来讲，伊是一种转化。那么时运对咱道嘛足重要哦，对咱道呢是自过定。都是自古不变的真理哦。未有天地，就有主道。天地混沌，道伊永远存在。所以道自古至今伊是不变的。但是修道的时运伊有转变，修道的时运有转变哦。虽然即项物件伊无改变。无改变，但是修道伊有修道的时运，所以道讲在咱世间已经分为三级，分为三级。第一期真阳，第二期暗阳。真阳是道讲帝王家，只有是帝王才有资格通修学道哦。所以咱若留写你以后算谈，咱来看来个四代祖孙，咱就知影按福利的时阵，所以讲迄阵是道讲帝王家找阳去深山来修行，靠比一切因缘。第二就是暗阳期，思如非常离过的应运。非常好应运，所以讲在这两个时阵，道是不可容力